啊，我险唔記得咧，還會判複習聽本呢。好，該身份證老人呢，會講本愛。複習聽本判該應該就做得係麼？會判幾多分呢？判愛單日3個就做得，本2分愛好麼？好，其實咱讀該內容係什麼？哎呦，按用規費係30個元，身份證請醫生收起來。第2位證人了係麼？錯，就係2位，請你等一下哦。阿爸日復人強下帶，假案應付還讓實現頭，真經很幸福哦。是夢，剛剛出來實現頭，看你那個獎個現五咯。是夢兒，按用盤好寫了。好，是夢。